多谢太王。哎呀呀，真是妙啊！爱烧菜呀，来面呀，甜；荠菜呀，咸嘛。靠着虫啊，虫啊，挑针那烟呐，ให้我来香啊钱，来碰啊困啊。一片那天呀天啊，露树啊边啊，主任过来，太王啊，你去问伊，念生涯一道，还是生涯一下？哦，俩发爱为国。哎，太公两位孙子啊，公子，公子，公子。哎，那个太王问你，你还爱生俩一道，还是爱生俩一下？多老哈，我唔明白。你唔知啊？我咩唔知啊？你去问清楚来。等我一下。太王啊，佢講啊，多留下見地啊！
一道就是分做两截。哦，一道就可以分做两截啊，爱啲咧。公子啊，爱个太王公也一道就可以分做两截。嘅俩一下呢？俩一下，爱行忙闷啊，定爱啊。太王啊，结果俩一下呢？也一下嘛。祖林，你弟弟，爱唔啲啊？你弟弟嘅。实在就唔啲。一下也系攞佢分做兩截。两排啊，我真叫做糊塗咯。公子啊，挨個太王公俩一下就係你該呐。爱唔地，唉，俩一下也可以叫你分做兩截。哼！傳話不清，回話不明，向伢姑娘行前來答吧。冇用嘅東西，散開，散開！哦，兩百嘅美年前啊，真冇穿到咧。祖林，將燈你掉來。村民，祖林嘛，來攀嘛，是啊，過年好心嘛，愛情深啊，溫啊，痛啊，情呀情啊。祖林，啊聽見咧？啊，像俺用咩聽言啊？聽見咧啦！哦，我全咩做對啦？姑娘啊，你看俺用做對冇啊？你聽見咧？唔愛呐，像俺用啊，面對面，目珠對目珠，俺用靠好講法來打眼睛啊！講的，聽見咧？眼又聽眼，拳又聽拳，很難剔透。公子，你家出那位黑后娘相，就是對我眼神，姑娘愛就表你下山頭娘。赤子，他來呀！每次報令怒衣裳，馬上赤子上西堂，我不同朝為太將，能保神啊情啊挑塵啊！做嘛該呀？姑娘望你此人，就像多愛切菜，根本人樣辦會吃唔落數啊！呀就怪了，冇耕田有個賣，冇老公啊是杜為太呀！祖林，你老愛上一句。姑娘啊，我又唔係假講，娘為有記呢。你談到那位去咧，係老愛上一句。哦，
姑娘啊，我实在想不出来。我去阿想，有嘞，主任，我会用你。啊，你个用爱呀，太爱了去先生问先生。哎，等会走。嗯，狗皮入胸腔，不枪法。这多大会做嘛该呀？一下，我假词，你真来，眼泪吓几下。哦，哎，太王，你吃啊？今日记得来我哦。哦，记得了。哎，嘿，看我宝剑。爱弟呀，俩就会拿出给几家吃爱真来。主任，哎，爱弟俩。主任嘛，你听慢的啦。哈，爱就忙开始，娘会调慢咯。你较夹条诶。哦，我夹条诶。嘿啦。哦。我记得了。我解到。解到。嘿，看我宝剑。哎，太王没事。哎，看俺老主任的面子啊。主任。啊？有听夹的呐。哈，哎呦，夹又听夹，慢又听慢，娘个条路啊，实在难做哦。主任，一下，你看我宝剑，离个将近差不多有2-3寸，安尼做好来了呐。哦，我宝剑离家将近2-3寸就好来诶。我记得了。哦，解冻哈。爱弟，解到。嘿，看我宝剑。宝剑离家将近2-3寸。哎，俩就很有差人啊。主任，你到底为来也唔来啊？哎，姑娘啊，你到底吃也唔吃啊？今日唔来，要用一次啦。你唔吃俺娘办来啊？今日唔係同人講過，差唔多2-3寸咩？錯啊，唔講啊，你俩就很有差人啊。你挑事沒上來，我先吃你。俩排真經有2-3寸咯。正因為天性啊。啊，太王啊，我看啊，你吃唔落數啦，可能啊，換個方法較正錯。用辦個？像俺那個小將啊，見唔驚事啊，將佢吊起來打，佢就驚咧。順見機嘛。一記棍呢，就教婦兒呀，愛生愛死來隨彩意。啊！姑娘面前亮了面啊，数那个棍呢？大将军，风中打，风下打，问你亲事来允不允？哎呀，安上姑娘来求情，这种情事，爱答应。哎呀，两种情事做得了，主人，才光坤，遵命。方才都有冒犯，请公子杀催，不敢，不敢，不敢答应情事，却是为何？因为山下还有母亲老兄弟，故所怎无答应？是嘛？面对一次，主人才下山迎接夫人，老爷公子所散。遵命。
外，家下去条山车哦徛徛，徛到的不吃眼呢，让为一下变到爱有礼貌啊！是呀，苏来，记得老恩你带到两位来，爱做嘛该？看样的啊，怕是为咗安尼刺体我无做哦。吹，唔好乱讲话。面前敢是老夫人老二公子啊，我家太王有请。哟，你唔系家下几只老头儿吗？嘿，死人嘅天！慢来慢来，俩是误会啊，二公子。娘诶，你还敢老爱攀亲带故啊？不，俺你俩哈算是一家人嘞。啊，一家人。别多带，很用半夜回事。哎呀，俺你来去就对了，抢。宝林，孩儿拜见母亲。快快冲起来！见过婆婆，吹，你俩切嘛，又为喊爱婆婆。母亲，唔好怪吹记，喺孩儿伫山上招亲，不好之吹，请母亲杀吹。这，唉，罢了，忙有小定课，何来太定课？多谢母亲。婆苏来，日日见过阿嫂，拜见亲的阿嫂，你讲乜解？拜见嫂嫂。老少说万里。婆婆，在后阳批有酒宴，与大家同宴。小姐且慢，实不相瞒，此番因为我送敬请父亲，暂为对东家山敬过，就请小姐日日本爱送敬应情，以父亲言说，再来扬起小姐。是嘛？既然如此，我祝你人马一追，宝马一匹，保你双肩恩情。多谢小姐。一错啊，走过沙头公子啊，送啊。一线发，天前狮子来牵吧，对不黑板啊。命啊！天意干那我念太同天子真干，此官
寡人登基以来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今当胜利奏朝，内是先锋两门，先锋两门，神奇妙共上天，奇妙共上天，先踏今天，谁知今天良知。公民多给打，有本中啊，毛梁鬓边，身重啊同，刘公一仆啊，单去艰难。杀鸡把天空啊！神奇妙共健家，我祝万岁！听神恰万岁！天家上天，有何本状哀奏？祈奏万岁，只因我良必变，总兵干孔人，已有高洁本状到来，请万岁出了圣旨，即刻发变。这不宜抢出三位国公议论，再来听他来念。先放恶路，三位国公今天万岁有旨，先扶恶路三位国公今天。良知。太将上来指两个，斑马扬中天公路，36路显八福，灵验各道密妙用。